亚室内排球这个项目的比赛哦，台师大校友前国家队成员组成的队伍呢是夺下金牌。因讲哦，会当搁甲劳动儿做伙拍球，实在真欢喜。场边无耳啊，也无二楼的观众席，自头到尾拢爱徛来看，也毋过无人话忝，因为穿蓝衫的韩星运动内面有包括如日本的选手陈建真，前国家队男子排球的队员张建邦，后面增加电路欠。我自己是也有一点点就是吓到，因为真的蛮多人，尤其礼拜天可能假日，那今天在下雨，然后其实也是站满了很多人这样。韩星运动报名时阵是参加男子30 plus， 因为伤少队，大会当作就败，甲队也无做40 plus 这类比赛，决赛对着 Attack Line 就是40 plus， 队员拢是来自高中排球强队华侨高中的校友，即马大部分拢伫咧基层或者是企业做教练。实力甲年纪拢有差，韩星运动25比10、25比23，连续赢2局赢球，摕到金牌。而这个赖虽然输，依然摕到竞赛40 plus 金牌。里面很多选手都是以前我在美军都带过的学生，所以现在能跟他们一起同台打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，哇，因为他们的战场是这么的严峻，不是说我们这边讲一讲他们就可以做得到，所以我们更可以体会到选手们的辛苦。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学长他们一起打球，不管是我们自己又在相聚，或者说跟很多的大学长又在球场上见面，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去日本要甲12，陈建真讲会当甲同学国见面做伙拍球，也有加诚侪学长学弟伫咧球场见面，这种机会真罕。2年了，世足运要伫咧日本举行，大家有伫咧讨论是毋是要去。要若真正就会成，出来人拢要做伙去，爱开诚济，可能2年了，找看敢有单位会当赞助，互大家做伙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